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0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耶利米书29章24节到32节，马可福音第8章22节到2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看见。耶稣基督曾经说过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这是马太福音11章15节。另外在路加福音18章16节到18节也说到，点灯是为了让人看见。马可福音第8章18节，耶稣也说到，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这是如同旧约诗篇115篇第5节到第8节的经文所提到的。他们的偶像是金的，是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有鼻却不能闻，有手不能摸，有脚却不能走，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音。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这是指着人手所刻的偶像而言。以赛亚书43章第8节，先知说道，你要将有眼而瞎、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。可是犹太人却是仍然违背上帝的命令与诫命，甚至对先知之言充耳不闻，而宁可去听从假先知的谎言。耶利米书29章24节到32节，他这样记载，你要对尼西兰人示玛雅说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，你曾用自己的名送信给耶路撒冷的众百姓，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祭司，并众祭司说，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，代替耶和耶大祭司，使耶和华的殿中有总管，好把所有的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节住，用锁住。现在亚拿图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先知，你为什么不责备他呢？他送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，被掳的事必长久，你们要建造房屋，住在其中，要开垦田园，要吃园中所出产的。西番雅祭司就把这信念给耶利米先知听，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，说，你当送信给所有被掳的人说，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说，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，使你们依靠谎言，而我并没有差遣他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啊，我必惩罚尼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，他必无一人存留在住在这民当中，也看不见我要赏赐给我百姓的福乐，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基督徒应当求看见，求听见，如同瞎眼的人盼望能够看见，耳聪的人希望能够听见一样。
马可福音第8章22节到26节记载了一个盲人来见耶稣，恳求耶稣基督来医治他。圣经记载，他们来到伯赛大，有人领一个盲人到耶稣跟前，要求耶稣摸他。耶稣牵着盲人的手，带他到村子外面去，先吐口水在他的眼睛上，然后按手在他的身上，问他说：你看得见东西吗？他就抬起头来看，说：我看见人，他们好像一棵棵的树，走来走去。耶稣又把手放在他的眼上，这回盲人定睛一看，视觉恢复了，每一样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耶稣叫他回家，又吩咐他不要再进村子里去。你能够听见上帝的声音吗？你是否能够看见上帝呢？诗篇126篇。当耶和华使锡安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那时我们满口嬉笑，满舌欢呼。那时列国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尼哥夫的河水复流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欢呼的带禾捆回来。感谢主赐下救恩，让我们早就寻见，求就得着。求主帮助我们对于上帝的教导和诫命，不要充耳不闻，视而不见。愿跟随主，依靠基督的救恩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